喺我哋聆聽神嘅話語之先，讓我哋一同進入安靜。請你揀一個舒適嘅地方坐低，雙腳平放喺地面，背脊自然咁樣挺直，都慢慢合埋雙眼，將你嘅注意力擺喺你嘅呼吸上面。當你吸氣嘅時候，感受住嘅生命係進入你嘅生命；當你呼氣嘅時候，就將一切嘅憂慮都交俾佢。如果你心中有雜念嘅時候，你可以讓佢好似樹上跌落嚟嘅樹葉咁樣，被一陣風吹走。而喺呢一份嘅靜默當中，都感受主耶穌呢一刻係同你喺埋一齊嘅。佢同你講：到我這裏來，得安息。讓主嘅平安充滿住你嘅心，都求主藉住佢嘅話語嚟向你啟示，嚟對你講說話。保持住呢一份嘅寧靜同平安，因為主與你同在。請聆聽神嘅話語。路加福音14章7至14節。耶穌見所請的客揀擇首位，就用比喻對他們說：你被人請去赴婚姻的筵席，不要坐在首位上。恐怕有比你尊貴的客被他請來，那請你們的人前來對你說：讓座給這一位吧，你就羞羞慚慚的退到末位上去了。你被請的時候，就去坐在末位上，好叫那請你的人來對你說：朋友，請上座。那時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，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，自卑的必升為高。耶穌又對請他的人說：你擺設午飯或晚飯，不要請你的朋友、弟兄、親屬和富足的鄰舍，恐怕他們也請你，你就得了報答。你擺設筵席，倒要請那貧窮的、殘廢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，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可報答你。到義人復活的時候，你要得着報答。喺頭先聽到嘅經文當中，有冇一啲嘅字眼或者句子或者場景係令你好有感觸嘅？
或者對你好有衝擊嘅。而家請你返去嗰份嘅感觸同埋衝擊嘅當中，嚟到去默想神對你嘅啟示或者提醒。當你聆聽第二次經文誦讀嘅時候，請你墮入故事嘅場景裏面。首先，你會選擇坐喺邊一個位置上面呢？如果你選擇坐喺末位嘅時候，當主人家邀請你朋友請上座嘅時候，你嘅心情係點樣嘅呢？當主耶穌講到要邀請嗰啲貧窮嘅、殘廢嘅、瘸腿嘅、瞎眼嘅人嘅時候，你有冇睇到邊一啲嘅面孔呢？路加福音14章7至14節，耶穌見所請的客揀擇首位，就用比喻對他們說：你被人請去赴婚姻的筵席，不要坐在首位上，恐怕有比你尊貴的客被他請來。那請你們的人前來對你說：讓座給這一位吧，你就羞羞慚慚的退到末位上去了。你被請的時候，就去坐在末位上，好叫那請你的人來對你說：朋友，請上座。那時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，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，自卑的必升為高。耶穌又對請他的人說：你擺設午飯或晚飯，不要請你的朋友、弟兄、親屬和富足的鄰舍，恐怕他們也請你，你就得了報答。你擺設筵席，倒要請那貧窮的、殘廢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，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可報答你。到義人復活的時候，你要得着報答。而家請你將頭先你親歷其境感受到嘅場景，加埋之前經文對你有衝擊嘅地方，結合埋一齊，向神獻上祈禱，求問神想點樣使用佢嘅話語嚟改變你嘅生命呢？亦都求神幫助你，藉住各樣嘅侍奉、工作、同人相處嚟到去陶造你嘅生命，
讓你活出一個聖潔嘅、謙卑嘅生命。路加福音14章7至14節，耶穌見所請的客揀擇首位，就用比喻對他們說：你被人請去赴婚姻的筵席，不要坐在首位上，恐怕有比你尊貴的客被他請來。那請你們的人前來對你說：讓座給這一位吧，你就羞羞慚慚的退到末位上去了。你被請的時候，就去坐在末位上，好叫那請你的人來對你說：朋友，請上座。那時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，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，自卑的必升為高。耶穌又對請他的人說：你擺設午飯或晚飯，不要請你的朋友、弟兄、親屬和富足的鄰舍，恐怕他們也請你，你就得了報答。你擺設筵席，倒要請那貧窮的、殘廢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，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可報答你。到義人復活的時候，你要得着報答。喺呢一刻，請你感謝神對你嘅教導，亦都向神嘅呼喚作出你嘅回應。喺以下呢一段音樂當中，唔單止享受神與你同在，亦都可以同神立志，你要成為一個點樣嘅人，用你嘅生命去榮耀主。